嗱，呢兩個三角形，佢哋三對嘅對應角都係相等嘅。咁呢兩個係咪全等三角形呢？將呢兩個直角三角形搭埋，咪知道呢兩個三角形唔係全等㗎啦。冇錯啦。由於呢兩個三角形大小係有分別，所以就唔係完全重疊嘅，即係話呢兩個三角形就唔係全等啦。不過佢哋嘅樣實在係好相似喎。相似？嗱，兩個圖形佢哋嘅形狀相同，但係大小唔一樣，呢兩個呢就係叫做相似圖形啦。將其中一個圖形放大或者係縮細，都會得出另外嘅一個相似圖形嘅喎。例如，我自己嘅呢一張靚仔相，將佢放大晒多一張。兩張相呢，雖然佢哋嘅形狀係完全一樣啦，但係佢哋嘅大小唔同喎，所以呢兩個呢就係相似圖形啦。呢兩個三角形呢，佢哋嘅對應角係相等，而形狀亦都係相同，不過大小就唔一樣喎。呢兩個呢就係相似三角形。各位同學，大家仲記唔記得放大變換嘅原理呢？一個三角形經過咗放大鏡放大之後，呢一個三角形同放大之後嘅三角形影像，佢哋嘅分別又喺邊一度呢？好啦，俾個活動你試下，你嘗試下用呢一個量角器去量度以下呢兩個三角形每一隻角嘅大細啊！角 A 等於50度，角 X 等於50度，角 B 等於70度，角 Y 等於70度，角 C 等於60度，角 Z 等於60度。係啦，佢哋嘅對應角係相等。呢兩個三角形呢，就係相似三角形啦。表示相似三角形嘅方式係咁嘅，相似嘅符號就係全等嘅符號，冇咗個等號，即係話個圖形唔係相等。而呢個利用對應角相等嘅證明方法叫做 AAA， 即係角角角。喺相似三角形度，啲對應邊又會有啲咩關係呢？咁就要分別度下呢兩個三角形每一條邊嘅邊長先。佢哋嘅對應邊係成比例嘅，對應邊嘅比例係1比2。冇錯啦。兩個相似三角形，佢哋三個對應角係相等，而三條對應邊呢就係成比例嘅。反過嚟講，如果兩個三角形嘅三對對應邊成比例，呢兩個三角形就係相似三角形。呢個證明相似三角形嘅方法叫做三邊成比例。兩個三角形，三對對應角相等，三對對應邊嘅比例都係1。咁我哋應該叫佢哋係全等三角形啊，抑或係相似三角形呢？證明相似三角形，除咗頭先講過嘅三對對應角相等同埋三條對應邊成比例之外，仲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證明嘅呢？各位同學，大家不妨一齊探究一下，仲有冇其他證明相似三角形嘅方法呢？主動學習，自行探究，你就會更加體會到